炒股唔使驚，兵哥喺大廳，兩個機俾你5分鐘判斷呢一隻股票嘅走勢，你覺得應唔應該要出啊？5、4、3、2、1。首先講下我哋做短線有4個法則：一睇趨勢，二睇 K 線形態，三睇成交量大細，四睇股價能唔能夠突破。呢一隻股票喺股價突破高位之後，呢一日收出一條好長嘅上影線，成交量呢亦都放大。簡單嚟睇就係一種典型嘅衝高殺跌回落嘅走勢。呢一個位置打出嚟嘅兩個漲停板，其實係屬於前期壓力位嘅附近，所以呢度有可能係主力喺度洗盤。但係呢個位置放量，究竟係主力出貨啊，定係換手呢？做短線我哋講究嘅係時效性，睇唔明嘅時候呢，就算賣錯都要賣。如果後面繼續下跌，咁就證明我哋係啱嘅。衝高回落，加埋放量收出嚟嘅大陰線，第二日一般都會繼續殺跌，甚至跌停都有可能。但亦都可能係我哋賣錯咗，主力真係喺度洗盤換手。亦即係如果第二日唔繼續殺跌，反而上升，甚至大陽線反包，咁就肯定係有警棍啦。跟住落嚟再考驗一下各位老友記，俾你5秒鐘。如果你琴日賣錯咗，今日出現大陽線反包，你又敢唔敢買啊？又譬如話你之前冇買過呢一隻股票，而家睇到咁嘅走勢，你又敢唔敢買呢？其實呢一種走勢大概率係賺錢嘅形態，可以小倉位追一下。短線嘅理念係該跌嘅時候唔跌，會大升。短線嘅邏輯係大陽反包陰，弱轉強嘅典型特徵。短線嘅理由係大陽線嘅出現，證明前面嘅陰線放量係主力洗盤嘅動作。好啦，基於上面嘅分析，我哋要入場嘅話呢，就要制定好交易計劃。計劃1，當日收大陽線，尾盤入或者打板入。計劃2，如果當日買唔入，第二日股價平開就入。計劃3，第二日高開或者低開，只要唔超過3個點就入。如果你根據呢3個交易計劃入場，咁恭喜你啦，後面至少可以食到40%嘅大肉啊！跟住落嚟又到咗終極考驗你嘅時候啦。股價連續上升之後，喺呢一個位置出現咁樣嘅走勢，應唔應該出？首先大家睇下呢個時候，股價高位出現上影線，成交量放大，呢種走勢係咪似曾相識啊？冇錯啦，呢個時候又係同前面兩個漲停板嘅走勢可以話係一模一樣。咁呢一次到底係真洗盤呢，定係會同前面一樣，又會繼續拉升呢？重點嚟啦，第二次出現放量長上影線嘅時候，就要睇分時圖。分時圖呢個時候起到一個好關鍵嘅作用。譬如呢一種分時走勢，